哇！呢班老人家為咗安心享受晚年生活，走遍廣州10幾間養老院，最後齊揀中廣州番禺呢間醫養結合養老社區。點解一致通過？4個理由話你知。第一，喺大夫山森林公園隔離，空氣清新、寧靜舒適，院內設施齊全完善，真正係退休養老嘅好地方。第二，入住方式夠靈活，長住短住都得，出入自由，中意就住，想返屋企就返，完全尊重你嘅生活節奏。第三，生活瑣事全解放，每日自助餐，唔使買菜煮飯，唔使打掃衛生，真正享受飯來張口嘅休閒日子。最後最重要嘅一點就係醫療保障，直通3甲醫院資源，24小時專業醫護值班，醫生定期查訪，康復師指導訓練，比居家養老更加安全放心。晚年生活想過得優雅又安心，點頭像聯絡我啦，帶你實地感受真正嘅醫養結合養老。